安平凯台天后宫有一位信徒是观众一组用红木做的顶下桌，相当珍贵。根据的了解，是对中华各马替老爸来观众这组价值将近100万的桌啊，还佫有3组放神明的神龛。未来安平凯台天后宫会将这组放伫咧文物馆当中，向大家展示妈祖的信仰文化，来听因安怎讲。我们安平天后宫，他们把他们非常宝贵的这个顶下桌来奉献给咱的安平妈，真感谢伊直接咱请咱班董事长讲几句话。好谢谢我父亲把我们公司从台北迁来南科已经在南部深耕20年了。那这一路走来，我们很相信信仰的重要。那这个安平开台天后宫是我们这个很多人的信仰中心也是我们很多人心灵的依归。我们今天感觉到非常的荣幸跟感恩。我们公司的主神就是妈祖娘娘然后我们这有2句话妈祖娘娘赐给我们，也蛮好跟大家分享。这个妈祖庇佑千帆顺，商道亨通万事兴这个也是我们的感想。谢谢。在按台湾的啦顶下桌是咧放神明的所在，是咧放按的祖先的神牌的所在所以这是一个信仰很重要的一个场域啦我们的方总经理方总经理他一直都是安平这个的一个信徒，妈祖的信徒安尼啦所以以蒋家就奉献出来给安平妈祖，安平妈祖会安平妈会将这个东西放在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文物中心反正我觉得有的安平的文化那个文物中心把它呈现出来，让大家晓得这个爱，让他们的一个贡献能够发扬光大，这是今天他送这个东西最重要的意义我们非常感谢。